早晨，今日係9月8號星期四，歡迎收睇香港早晨。早晨，梁海玲。早晨，呂耀文。今日天氣點啊？今日天氣啦，依然都係唔穩定㗎，預測係大致多雲同埋有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最高氣温大約係29度，吹和緩嘅西南風。展望未來2-3日仍然有幾陣驟雨。跟住睇下今朝早嘅新聞重點。東盟峰會發表主席聲明，冇提到南海仲裁案，亦都冇點名中國喺南海填海造地。世衛進一步評估認為，孕婦受寨卡病毒感染會導致嬰兒小頭症。港島西區一個女人懷疑被電話行騙，損失大約300萬人民幣。詳細內容。喺老撾舉行嘅東盟峰會深夜發表主席聲明，一如預期冇提及南海仲裁案，亦都冇點名中國喺南海填海造地。25頁長嘅東盟峰會主席聲明用咗1頁嘅篇幅提到南海問題。聲明話東盟領導人嚴重關切南海局勢，注到部分東盟領導人關注喺區內填海同埋其他行動，令到緊張局勢升級，重新維護南海和平、安全、穩定、自由航行同飛越嘅重要性，促請各方克制、建立互信，避免採取令到局勢升級嘅行動。並且呼籲根據國際法，包括1982年通過嘅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透過協商和平解決爭端。又希望盡快落實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建立南海行為準則。外界認為主席聲明措辭溫和，提到喺南海填海嘅問題嘅時候，用咗部分東盟領導人嘅字眼，顯示東盟喺呢個問題上面冇達成共識，亦都冇點名個別國家，更加冇提及要中國遵守海牙常設仲裁法院7月嘅時候就南海仲裁案作出嘅裁決，外界視為係中國嘅一次外交勝利。聲明又關注中東同埋北韓核問題，同意加強反恐合作，呼籲建立一個包容、以人為本、建基於規則嘅東盟共同體。無線電視記者林錦輝報導。美國總統奧巴馬同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據報喺東盟領袖晚宴之前非正式會面。菲律賓外交部長表示，杜特爾特同奧巴馬晚宴之前先同其他國家領袖喺另一間房碰頭，期間非正式短暫交談，並且係最後離開嗰一間房嘅兩人。菲律賓方面未有透露談話內容同埋傾咗幾耐，只係表示兩人互動顯示美菲關係牢固。華府就此暫時未有回應。美菲兩國領袖原定喺出席東盟峰會期間會面，但杜特爾特日前警告並且以粗言辱罵奧巴馬，美國之後取消會面。美國總統奧巴馬近日嘅亞洲之行多次受到不禮貌對待，除咗因為臨近任期尾聲，評論相信奧巴馬過去幾年外交政策失敗，亦都令到佢嘅誠信受到質疑。